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一首出名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烧肉粽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就是烧，读烧烧第一条。烧的意思就是稻火，咱讲是火烧。另外烧金烧金嘛讲是烧。厝稻火咱讲火烧厝。另外烧嘛有温暖烧热意思。像讲这粒皮啊架甲真烧，也个温度真悬，咱讲水真烧，包啊真烧。另外这个烧嘛有烘的意思，像讲烘肉嘛咱讲是烧肉。可能还有一个大家较常见的用法，就是甲人生话讲人歹话，古早讲是烧话。带大家做伙来绍介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拉伦啊烧，这个词咱定日咧广告台词内底听到，配拉伦啊烧的滚水，这个意思是半烧冷，又是温温袂伤烧。第二个词读做烧忽忽，代表温度真悬，像咱会当讲是包啊烧忽忽，天气烧忽忽，也个有规身躯烧忽忽，可能就发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天气烧忽忽，真侪人爱啉冰水，也毋过汉语认为也是爱啉拉伦啊烧的滚水，安尼较袂伤身体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读做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